我讲先，来，得哩，我刚才来不是没搞清楚不？给啥东西呢？我们了，你看嘛，有些嘛，没看呀，你没有在这里么？我另外是个不拉别说，那些个嘛，有些不太厉害，有些嘛没看啦，没看，喂，老你老穷那，然后嘛他妈来，要干部阿个说个谁哩？干部那个说，干嘛呢？我也不是个干部，是我给也不的，来，那你们要谁卡？要这拍当啊，所以什么呢？要当嘛，就谁说过俺还不能谁哩？俺不能谁路不能俺还不能谁要不？俺还不能谁比较？俺们也是，俺不能拍了，不叫他了，拍了不干嘛呢？俺还谁不带的么了？俺还路谁不带的呀？我嘛。你个俺包这些了不干嘛呢？嘛熬个不要的啊？俺还路谁比较？俺还路谁嘞？俺还路谁啊？俺还路谁不说带呢啊？俺还路谁？喂，看啊，水的开边，如今那没包，偷偷瞄说，没做了哦，我咋不理解？干部阿个理解，像干部理解，俺还路谁理？啊说俺还不看么下午，哦，干部阿个理解，俺还路下午，俺我也还不听俺讲。对。哎呦我的妈！妈的，我不是不会的，咱们家门的这个。嘿，爸个了，咱们我这个毛龙个对。这个我们不干外地不喽，我做了。张西的我谁不来了就咱们没问题。俺还是谁不知道开了的喇叭底下加了，吃鸡也不能。什么嘞？就是这里，里头个嘞穷人，里头个嘞穷人，这俩不，里头个嘞穷人，里头个嘞穷人，这俩不是里边是鸡也不的。怎么领啊？俺怎么领？怎么领啊？哎，不给我看了，不给我看了。哎，啥意思？俺哥给他开什么呢？一路什么俺还路谁理的？咋个还不俺？一路什么真的个俺还乱不理？你说的，我父母本本啥后边那废物，本本里头里边你。你呀，你这里这么咋了？你这想？梦一白的，咋办你讲？咋办你了喂？咋办你嘞？俺喊你，不那个，哎，安龙滚，什么的安龙滚，哎，什么的安龙滚也没有喂，安龙滚喂，安龙滚。怎么领啊？喂，咱的估计这咋安不来喂，安不来你有没有估计我们去搞我咋不来嘛？忙咱们俺估计俺喊你呀，啊我们哪俺喊你的嘛？打上俺嘞！哎呦我的妈！打上俺，我们去搞我打上俺了，我安龙滚呀喂，你把他妈怎么么搞呢？咋不？哎。打上俺还不可以怎么帮我？我跟俺还路谁里说俺也不能路是比我们这个俺呀哈，那死不了喂，张姐，死不了喂，死呀死强啊！要不打上俺我不知道怎么帮我，路谁给公安那个带路，俺那公安那个带路谁我不知道怎么我，都刚俺我俺里什么啥我可以不了俺帮我。这个估计嘛，俺还里说那里什么俺我给你，俺还不给你，牛的嘛牛的，
လို့တည်းချောင်း မဲဟမ်လို့ကိုကြီး ငါဟာရေ အေး ရပါတော့ငါကမမဘူးမလဲ မမဘူးကိုကြီး ဟမ်ငါကမမဘူး မမဘူး ငါမဘူးရလားမ အာတိတ်တယ်မျိုးမျိုးတိတ်တယ်